在海南注册公司啊，大家最烦的就是天天被骚扰。注册一个公司，800个人给你打电话，天天有人告诉你说这也不要钱，那也不要钱，这个有空吗？那个加个微信。我们不一样，不骚扰你，不给你这个捆绑，也不给你乱收费，因为我们是头部的机构，国资委投资，中央电视台的专访，以及有众多明星大咖来合作。我本人呢是在海南做企业财税服务的，我们是做了5年多实战过来，服务了大大小小呢也有上万名的客户了。同时呢，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落地，我们还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海商会自贸港项目超市，就会让所有朋友们呢，不仅在海南注册一家公司只是一个空壳零申报而已，最重要的是在海南封关前和后匹配到适合你的项目，找到落地的思路跟方案。注册公司是为了抓住国家布局海南的风口，搞钱。